平安。真多谢咱今仔日的聚会哈，伊客人也阁会当台湾话读甲遮尔正哈。即两天迄个黄仁勋转去台湾，然后去伫夜市啊，伊拢真爱去食夜市啊。伫夜市啊时，人就安排一个小朋友来甲伊讲话。迄个小朋友一个哇来看到黄仁勋的是5、6岁的查某囡仔。然后甲黄仁勋拢用英语噜叫，他妈直直甲黄仁勋咧讲话。黄仁勋怎用台湾话甲伊讲？然后黄仁勋甲问讲：“你英语才会讲，你会晓讲台湾话袂？”迄个查囡仔会晓袂晓？袂晓。你讲你英语才会讲，你人伫台湾，你会晓讲台湾话袂？直直甲讲你会晓台湾话，伊讲。我想。迄个，这是咱台湾即摆的一个迷失。踮伫台湾的人，直直家己的母语全拢直直无去。我想这个，咱拢直直咧学，直直咧学外口，直直咧学外口，你家己的根不小心就无形无踪就迷失了。咱就多谢这个客人的妹，客人妹吼，也阁会当为着福音的缘故，搁咧学台语。迄个我若有互人骗，还是我若有甲人骗，互人假人要，伊是一个收税金的头人，税务长，国税局的收税金的头人。OK， 伊拄着耶稣的时，来，咱进入伫迄个，谢谢。OK， 伫遐有咧讲到，我若有收税金的头人是互人骗啊，甲人骗。这互人骗甲甲人骗，对中文来讲，假人有甲人骗拢是假。但是对咱台湾话，咱都无相像哦。台湾话有真比较加真丰富。我叫你甲门开开。你太会甲门开，对，你太会无代无志甲门开，甲开，咱知影，咱拢知影，迄个开，佫开，安尼吼，迄个有拢无红，迄拢，安那对中文来讲，红，开，到底这是咧讲啥物？台湾人都有台湾人迄个特别文字。OK， 好，拄则咧祈祷了，咱逐摆若祈祷了，咱就用主的祈祷文。主的祈祷文，咱逐日伫咧祈祷，逐礼拜伫咧祈祷。毋知亲爱的朋友兄弟，咱定咧用耶稣基督教咱的祈祷文讲：阮伫天下爸，愿你安怎？的名声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。爸啊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呢安怎？亲像伫天呢，地呢亲像伫天呢。因为毋知你若逐摆伫咧做这个祈祷的时，你会毋知你有啥物特别的想法？这是一个真恐怖的祈祷，你敢知？爸啊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呢亲像伫天呢。伫我的人生，亲像伫你的国度；伫阮的教会，伫阮的厝内，亲像伫你的天国。这是定咱的祈祷哦。但是咱的祈祷，咱毋知祈祷甲，毋知你有定伫咧甲这项代志当做，这个祈祷本身是要改变你的生命。这个祈祷伊完全会转换你的生命。这是一个祈祷，标一个祈祷的人，切伫咧心目。父啊！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。在我的生命旅途当中，就像在你天上的旨意一样。所以耶稣安尼祈祷，耶稣一世人。拢伫咧，伊所讲的，伊所做的，拢是咧完成上帝的旨意那定。伊拢无家己，
爸啊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愿你的名圣。迄个圣是因为我的存在，互天父的名得到荣光。上帝的旨意落实伫你的人生，伫你的家庭，伫咱的教会。若咧讲落实伫我的身上，显明伫我的身上，安尼我已经不再是我。李登辉先生到尾啊，伊人生综合到最后，不再是我的我。这是李登辉先生伊的人生，不再是我的我，就是这个。因为小伊的存在已经是咧，毋是咧为着伊家己旨意得成，伊的存在是完全为着上帝要实现上帝的国伫台湾。所以伫过来的即几礼拜的中间，可能我要甲咱伫咧思想一项。咱咧讲求上帝国临到，这个本身是一个足大的转化，这是一个上帝国的转化。迄个上帝国的转化是对天顶的旨意变做甲你有关系，所以这是一个跟你的生命有直接关系的祷告。那这个祈祷若是甲你的人生有关系，啊，你做这个祈祷的人，佫是咧较无渴慕这个国度的实现。佫实现伫我的身上，所以这个祈祷是甲你祈祷的人切身相关。那安尼，咱要尽什么款的态度来继续后壁？那确实无安尼严肃的看这个祈祷，安尼咱拢敢若嘴皮仔咧念那点。耶稣咧讲，当时的人，恁定定拢用恁的喙伫咧称呼我主啊主啊。耶稣告诉讲，我毋捌恁，敢若用喙皮仔的信仰，毋是信仰。OK， 咱今仔日咱来进入伫即个路加19章迄个咱有一个演员讲，A 个肥个底，迄是啥物人？A 个肥个底，你想到的是咱圣经即个下啊撒该，哦，耶稣进入伫迄个迄个耶利哥，讲到耶利哥，就即个只耶稣入耶利哥，然后个耶稣讲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去耶利哥，伫迄个路里讲拍到半小时。遐产生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这是搁另外一个甲耶利哥这个城有关的旧约，讲伫咧洗耶利哥的城，洗几摆，迄个城怎放去？7摆，第7摆，到最后讲洗7摆，耶利哥城怎放去？所以耶利哥这是一个对旧约到伫新约拢是要紧的一个城市。像耶稣有一日入耶利哥，啊，逐摆耶稣人无论行到倒位，拢客的人拢伫遐伫咧羡慕，要看耶稣，要听耶稣。注意哦，客的人拢要来看耶稣、听耶稣，但是真正性命得到转化的，拢是真少数。所以上帝国拢是真少数的人懵到那点。听到的是一回事，受洗礼一回事，真正性命有转化的拢是少数。你毋知这对咱有啥物悸动？耶稣直直讲，你若要入天国，都要行迄个大条的路，人多，客的路，还是迄个门搁下搁底，搁下搁歹行的路。拢是迄个下搁歹行，侪人拢要去甲人客，拢要斗闹热咧。所以是伫信仰的路会记得，信仰路迄是一个真严肃。毋知咱一摆搁一摆，我们有没有用很严肃的态度伫咧面对我们的生命？因为这个信仰本身是咧牵涉到你的生命，牵涉到我的生命，这是一个有关的性命的问题。创造的上帝，甲你的性命
甲我的性命，甲咱的集体的性命切身相关。这个信仰是咧讲到这个，然后今仔日咱咧讲到这，上帝的灵运行在这一个 moment， 运行在这个 event 伫这个事件的顶面，招一个人，讲名叫撒该。耶稣入耶利哥的时，歪开来人对伊，叫一个人，伊讲伊是税关处的人，伫咧收税国税局的，佫是头人，佫好野人，啊人佫矮，佫肥佫短，啊众人要看耶稣，啊伊看袂到，因为伤细汉，伤细汉，但伊佫直脚无。当到处拢互人查咧，伊要做一个大官的人，要共编，敢会看呢？袂看呢。但总是伊直较无要看到耶稣，别人要看伊，佫较无要看。就是安怎？这个官好野人，总是佫真矮的人，直较无要看耶稣，他的生命出问题了。有钱有社会地位，伊的个人的生活家庭拢啊真好势，但是个体的生命有很多的疑问，所以伊抗议。即摆圣经讲，这个人是税吏伫咧收税金的，当时伫咧收税金的人，伫这个遮伊是一个犹太人，犹太人佫伫咧甲人收税金，税金要收给谁？收给罗马帝国。所以，这个犹太人是为了罗马帝国在效力，所以伊是一个被统治者为统治者伫咧效力。所以，这个人，互伊犹太人的同胞看做你是出卖犹太人的人，你是吃离安怎包外？咱台湾有这款的人无？即摆咱台湾上大的危机，毋是中国有力偌大，台湾上大的危机就是食台湾米、啉台湾水、摕台湾福利、摕台湾的医疗、摕台湾所有一切，总是心向中国，佫替中国伫咧做内奸者的人，这是上苦的一群人。但撒该伊本身做这个头路，伊就互人看做伊是这款的人。所以，伫犹太人的中间，互人拜帖，好嘢都做你好嘢。总是因为你伫咧替咱犹太人摕收税金咧交互迄个罗马帝国，然后因用古早是用白的，即个区域、即个城，互你去收，然后伊固定你摕偌济，罗马政府出了拢你的。但是罗马政府迄个时真强调，伊的帝国真大。伊用港人治港，用台人治台，用什么款的？我那港官用这套。这个人，伊就是甲中央合作，然后中央要取得这个统治者，你就一年固定互我偌济税金出来拢你的。所以总是伊爱收甲互人民袂甲反，所以伊本身也伫迄个矛盾的中间，伊到底要加收偌济，人民袂甲反。Okay? 所以这种合理合法的，但伫遮这个人税务局的头人，等于也知影耶稣要对遮过，伊明明正要去看耶稣，然后人真多，伊无法度，讲伊最后爬去一张什么啊？桑树安怎讲？生在树，生在树敢有真悬？买当也很高哈 ，OK。一般的生材树无通真悬，除非你有特别去甲对迄个根部、茎部遐去处理。OK， 可以为着要看耶稣，看会到伊爬去，这是叫足见效，敢袂见效？好野人，官地位的官员，佫肥佫短，安尼爬迄，敢袂向笑？我甲你讲，伊干那要做这个动作，伊也经过真侪心理的挣扎、矛盾，总是伊有克服这个，反正伊就一心一意，伊伫咧较无要看到耶稣的面，
所以当耶稣行到遐个时，竟然耶稣抬头一看，撒该跟落来，一个互社会甲伊排斥、隔离、看轻、无爱甲伊斗阵的人，竟然耶稣行到伊个双在树骹，抬头看伊，叫伊个名，撒该跟落来。这是一个 personal 的 contact。原来伫这个遮咧讲到，这个信仰是真清楚，是你个人甲上帝的关系，甲别人拢无关。这个信仰大声发生的是你甲上帝的关系。耶稣在叫你的名，你有要回应啊无？我想伫这个遮，众人的地，比身边有一堆的人，啊，这个人对撒该拢有一寡心内有无共款的看法。伊嘛会当因为心内有真多的矛盾冲突，然后惊耶稣，佮惊众人有其他的想法，所以伊嘛有可能怎无爱回应，也是当作毋听无听到。总是耶稣当耶稣抬头看伊，撒该跟落来，我今暝要住你的厝，我今暝的确要住你的厝。你这个耶稣对上帝来的耶稣。伊要住伫你要住伫恁兜，伊要进入你的心内，进入我心，进入我心，进入我的心，主耶稣，敢是安尼？伊要进入你的心。因为这个耶稣直要甲人发生亲密的 personal 的关系，但是只有一个基本的条件是，这个撒该。这个世界，伊家己感觉，伊都爱有迄个渴慕的心，这个才会当连起来。伊有渴慕的心，伊才开伊的心门；伊有渴慕的心，伊甲耶稣的迄个安德拉迄个频率才会对着，两个才会当产生效应。伊较无耶稣阁叫伊的名，伊较无耶稣停骹换耶稣甲叫，伊随时回应。耶稣讲：今暝我要进入伫你的家。耶稣要甲伊有 personal 的关系。这圣经讲，撒该就欢欢喜喜接待耶稣，欢欢喜喜接待。了讲，我人毋望咱会当今仔日要讲的是学着撒该这个精神态度较无。这个耶稣甲你有法度当产生生命的关系啊无？还是这个耶稣咧传的上帝国的真理？这个真理会真正会蒙着你啊未？你心内有迄个较无无？这一项第二，伊心内有迄个较无，总是伊心内人生拄着真多的难题。伊人生有真多难题，伊无法度解决，伊嘛想袂晓。可能伫这几若10年的人生中间嘛，碰到真侪问题，毋通袂记得伊嘛是犹太人，所以伫犹太的信仰、传统的信仰、法利赛人留落来的信仰，对摩西先知的解说，伊家己本身嘛拄着真侪的问题，所以伊有伊的疑虑、伊的空虚，袂当得到侪的解决。我想，这是为什么伊伫咧较无耶稣，是望讲是安怎耶稣无能行到倒去遐侪人中来滚地，到底耶稣，佮耶稣伫咧讲的上帝国的道理，真正改变遐侪人，互遐侪人拍步啊，互遐侪人的性命改变。伊嘛咧较无讲，即个耶稣啊，我嘛要得到。所以咱看到讲，撒该伊有迄个，伊陪伴伊的心。真空虚，即马耶稣停骹甲叫，甲要甲伊有即个个人亲密的关系，真互人拒绝。当耶稣邀请伊，我要进入恁兜，要甲你做亲密的朋友，伊就欢欢喜喜。所以即个遮咧看到讲，主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伫遐伫咧走车。失迷的羊，啊！伫遮有一个人，撒该，伊直咧追求生命、真理、
甲答案。当耶稣伫咧讲到撒该紧落来，伊即时就紧跳落来，然后耶稣进入到伫因兜去。当耶稣甲伊要招去因兜的时，神是佫看到另外一幕。第7节，众人看见，拢私下议论讲。众人看见即幕，拢私下议论讲，即个耶稣先生。先知竟然入去罪人因兜，耶稣竟然入去罪人因兜，所以你会当看到这当时代犹太人对受洗金的这抽象的，迄个刻板印象，心里是排斥的、看不起的。耶稣你竟然去这款的人因兜。有一日，耶稣伫西门法利赛人西门的厝底下接受伊邀请的时，耶稣伫迄个坐道的中间有一个妇人人嘛入来，他提提靠靠，然后用伊的目屎拭耶稣的骹，用伊的头毛甲拭落搭，即款的动作。逐个人踮遐高尚的社会阶级，高尚的人踮遐请耶稣咧食饭，竟然有一个查某人留长头毛，踮遐咧哭，踮遐咧用伊的头毛咧拭耶稣的骹，迄是成什么体统？遐个人嘛踮遐啼笑。耶稣，你毋知影即个人是什么款的人吗？伊是一个罪人，你敢知？伊是一个垃圾的负责人，你敢知？因为真侪时阵，当一个神圣的时刻伫遐咧进行的时。总是有一寡人当边仔议论纷纷，用真侪无共款的目色，踮遐咧讲东讲西，看东看西。我想，伫真侪耶稣的传福音的路程，拢会当看到这个影。啊，这一群人是很讨厌，总是毋通袂记，当有人当边仔踮遐议论纷纷，踮遐咧讲东讲西的时。无影响撒该甲耶稣的互动。当耶稣入要到伫因兜，伊随时伫遐对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我欢喜将我财产的安怎？偌济要互人？一半。先生啊，我欢喜将我财产的一半，互送向人，互歹命人、艰苦人。”财产的一半，安尼伊的财产多啊少？佮想看卖了，财产的一半都切去啊，我互艰苦人。然后佮另外，我前若有甲人歪、甲人骗、甲人假收，无合情合理的，用暴力甲人，我若有欺骗什么人，我要偌济赔伊啊？4倍。这若安尼落去哦，伊若是咧会食人的人吼，伊4倍，伊就破产哦。安尼可见，即个犹太的抽象的官，你认为伊是清廉的还是无清廉？伊也阁是算清气上的，有可能甲人收税金收较悬，但是伊就是照安尼，有照伊的公定。伊讲，若确实伫即个中间，我有歪人、有骗人、有抢人、有无应该的，我欢喜4倍。所以若安尼来看，伊应该无照期工的，迄个比率是少。所以即个遮你会看见，即个撒该伊人生已经无小声。拄着耶稣以前，甲拄着耶稣了后，甲耶稣谈道以前，甲耶稣谈道了后，即个人有改变。前的伊甲后的伊，性命改变了。你这个是咱长老教会咧讲的圣神的规矩。圣神的规矩是真恬静，亲像风；圣神亲像风，风你看袂到，风伫咧运作，你会感觉真爽快。圣神亲像风，恬恬伫咧影响你，伫咧催逼你。然后对你的心内伫咧震动，所以圣神也伫撒该的身上，伫遐咧震动。上帝国显明伫撒该的生命的中间，
上帝阁显明伫世界的身上。今仔日圣神嘛要进入到伫你甲我，咱敢有可能亲像世界抱着即款的态度较无？咱一个期待，逐摆咱一个讲，爸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伫成，愿你的名声，愿你的旨意伫成，伫第二年亲像伫天年的时，真正这是对咱的心内较无，伫咧较无即项。人生也阁有真侪艰难困苦伫咧颠簸咱，但是咱无迄个无互迄个甲咱拔掉咧，无迄个甲咱拖去。颠倒是迄个十字架光，咱对伊伫咧因带，得到因带，从直直行出来。我想这是咧讲着即项，所以圣神也阁伫遮，伫你的身上，圣神伫世界的身上伫咧运作。同刚刚有可能是即个圣神，原来伫你甲我咱的身上伫咧显明。那假使是有即个圣神，绝对会影响、会改变你的人生，伊嘛要丰富你的人生。你的困难、你的问题也阁会，人生会拄着就真侪困难，但是你的疑惑直直无去，你对真侪代志的疑惑直直无去。我直接要甲咱讲一个见证。前几工甲迄个真龙上中兄求美姐甲迄个咱美玲姐对美玲姐伫倒？专人伫加州要来看缅甸。我甲求美姐入去看缅甸的时，缅甸直直讲。莫啦，你莫来啦！我讲，你若久，两个兄弟已经来啦。啊，你的好朋友、最好的朋友伫加州来到伫遮，莫啦，乌牧师莫啦。我足忝啦，我真忝啦，我无爱看人啦。OK， 这是第一摆看到伊。总是我想讲，哇啦，遮好意的人对遐尼远走来啊。OK。恁知台湾吼？台湾有一个牧师吼，活到104岁到90几岁，还咧陪同报道。恁知影无？伊名叫做罗炳东牧师，捌听到无？罗炳这是罗炳东的千金，用1000万买到的、生到的查某囝。OK， 呀，爱专工走来遮要甲看，我想讲，遮尔远飞来，你总是爱互伊看一下，啊无，迄个心会怎啊结伫遐？我怎啊紧退出来？我紧来，恁两个紧入去，两个兄甲迄个美玲姐恁紧入去，因都讲过啊，昨昏过去甲看，已经差不多倒来厝里咧安宁。咱礼拜的时间1点，护士要搁甲送去病院，无最后壁所以差不多是即几工。昨昏阮去的时。今早开始，囝嘛讲，妈妈拢咧困啊，真艰苦啊！迄个人无爽快，拢咧困。但是后来我搁叫因搁入去看，讲精神较好。阮搁4、5个人搁入去，平安咯，种啥？甲阮讲甲，就讲甲，然后就叫伊甲遮个囝祝福提名，一个直祝福，互因囝是靠甲。逐个人都欢喜，上帝伫照顾你，逐个人欢喜，伊嘛欢喜个。经过半点外钟，伊讲，我忝啊，OK， 阮就互伊安静。我要讲的是，你当看到一个真虚弱、性命到尾期来的人，足虚弱。但是后来伊若小可有淡薄捌底你的时，你甲你讲着上帝救我，然后就唱吟着诗，唱着歌，这祈祷下面就足大声，信仰真正会当互人一个要燃的火，怎突然要燃的火会搁活起来。我真毋甘讲伫阮国咱这移民的社会，子孙侪，咱因为子孙来到伫遮，结果子孙为个搁散即项散遮散遐，散即马。在年老的时，才剩一个孤单两个，直直老化，甲教会怎啊，佫直直怎啊疏离去。所以我真毋甘即个现象。
人性命若衰，咱是若需要上帝，若需要耶稣基督，是毋是加望？因为死甲活拄啊伫遮，即摆伫即个中间，咱会看见伫遮耶稣甲即个世界，这是一个生命的对遇 ，encounter。特别人伫生命的中间，咱咧讲到年老衰弱。21世纪上大的毛病是啥？你敢知？21世纪人类最严重的lonely，真正哦。咱做人咱无感觉，因为你也搁甲外口有linking，也搁有连结。有真侪人到即句。你会当伫你的亲人甲朋友的中间去找到遐个人，身体虚烂，年老，怎啊甲外口亲人朋友怎得到无啥咧往来？特别咱这移民的社会，是咱也搁有伫教会，偌侪移民的台湾人，伫即个社区怎啊拢长起来？死无啥物亲人拢伫台湾啊，朋友伫台湾啊。啊！伫即边只个早都拢到外口，甲社区拢得破病5年，你都长5年；破病15年，你都长15年。到尾啊，死就家庭的内面的人尔。啊！我讲我毋甘是真侪是安尼。所以咱的教会，咱还佫继续伫即个信仰内面，直直互遮一个，因为各种的因素离开上帝的听，离开人甲人的亲睦。圣经后来，恁着彼此相听，因为上帝是听，上帝听人，然后恁还佫彼此相听。结果上帝要佫听人，啊，咱都无咧互相，也无咧关心，无咧拍电咧，逐项怎拢啊？要安怎相听？已经迄个听的线无起来。教会敢有可能真正甲即个实践原理的国降临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，伫本来的教会，亲像是上帝的国度一般。然后咱伫遮直咧活，直咧努力，所剩的全部活无几十年，咱敢有可能为着即个咱 do something good？ 着信耶稣，着信，咱伫咧讲上帝罪人救主耶稣，甲信，你信嘛？当咱信的时，着信主耶稣，你甲你一家拢要得到救，得到迄个永生的救赎，你信嘛？所以这个才会加有一个悔罪。这个世界拄着耶稣的时，伊对迄个树顶落来，迄个落来本身就有真侪会当解说的神学意义啊。真侪人，伊虽然有信仰，总是伊拢也阁坐伫伊家己迄个意误的顶面，伫伊家己的观念，伫伊家己的价值，伫伊家己的看法，伫伊家己，伊拢坐伫伊的位，咧看，伫咧看别人，伊毋肯落来。这个每一个动作，其实拢也阁有真侪神学的意义，会当解说。但这个世界有钱，有社会悬的地位，有手上真大的权柄，总是面对着这个，伊较无，伊投降。耶稣叫伊落来，伊就落来，伊落来。所以咱常常讲，咱都要对宝座的顶面家己行落来，互耶稣去做迄个宝座。主啊！你是我的主，独独你是我的主，是我要顺服伫你。啊，咱拢常常不小心，咱就爱别人顺服我，爱别人顺服我的意念。我想真侪是即个原理的国降临，原理的名声，原理的旨意得成，伫我的人生的中间，亲像伫你的国度一般。我想即个祈祷会改变咱的性格，会改变咱的人生。要讲阿门无？呀，所以这绝对要有一个悔罪的过程。愿这个祈祷真正会当发生伫你的身上，世界的故事会变做你的故事。当咱的生命改变了后，迄个就是咱伫咧往世界传福音的一个故事。咱要甲人证明上帝是真的，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真的。因为伫基督耶稣内面，我真正有体验到这个新生命的福气甲恩典。阮的家庭若无这个信仰，无法度通行到伫遮。
我的人生若无这个信仰的坚持，我无法度通行到伫遮。所以这个遮，咱用华语来读一摆好不好？试看卖来，来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这个你讲瓦器会当讲是就是土啦。咱就是上帝用土做的器具，但是这个土做的生命，要紧不是这个土做的肉体，要紧是迄个肉体内面，迄个上帝的形象，上帝所赏赐的能力。上帝所予咱的智慧，上帝予咱的慈悲怜悯，伫咱的生命内面，迄个才是贵起来，迄个是宝贝啦。所以，当你有真坚强的信仰、意念、坚持，你有迄个圣神所结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温慈、信实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当你内面有遮尔多圣神的宝贝伫你的生命的内面，这个人，你虽然拄着最的对敌艰难，总是你袂受困住。心内有当时你嘛有真多的艰苦，总是你袂失望。你袂因为安尼就放弃，你袂有拄着绝望的代志，有拄着不义的代志，总是上帝袂甲你气杀，你嘛家己袂气杀你家己。有当时你甚至会失败，甚至会胜利会倒落去，总是袂，你会阁爬起来，因为你内面、你里面有很强烈的耶稣基督要给你的生命力。若敢若经济，耶稣有讲到经济，你讲耶稣有捌用到迄个上帝国，亲像种子无？有上帝国就像种子，你当时甲野种。你敢若压落去，水甲压落，你拢毋知当时伊会怎啊，伊怎啊直直浮起来，会成长，会开花，会结籽。你都敢若甲压种落去，然后甲压水尔，你拢毋知为虾米伊才会安尼？迄有一个生命力伫遐。你咧遮咧讲，咱有即个宝贝内面有真侪宝贝刻伫即个瓦器的内面。虽然拄着咱的人生，拄着真侪的艰难困苦，但是你不被困住。你倒了，你又会再起来，所以基督徒亲像迄个不倒翁耶稣就是死，嘛不过活。咱的人生拄着真大的艰难，你会阁爬起来，这是基督徒的信心。所以伫这个遮咧讲到，身上要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常常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基督的信仰拢伫咧讲，爱有死，才会当有活。你若无死，就无可能有新的活。旧的你不死，新的你不可能出来。那个靠自己的我不死，靠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就不可能出现。所以基督徒是咧讲到出死，才会当安怎入生，出死入活。爱甲耶稣当埋葬，你才有法度通活出新的生命。我想这是死的活，新的活起来，这是你我，毋茫是你我，咱的见证。因为这个已经嘛显明伫撒该的身上，有一项，咱爱经过真多，甲迄个旧的拢不要紧。那当时一个人醒悟起来，醒悟过来，什么时候你醒悟了？都不迟，上惊是到生命当时你真正落去绑起你还来不及醒悟，就无彩。较早醒悟的人，你的生命也够几啊十年，哪多时间会当活出新的形象，爱人如己，荣耀上帝。愿这个生命就发生在你我的身上。上甲来记得。
愿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心，愿你的话成做一个证据，摇动阮的性命。当主耶稣甲撒该讲：撒该，你跟落来，今暝我要踮伫你的家。撒该欢欢喜喜跳落来，欢欢喜喜接受耶稣进入因兜。上帝啊，你一摆搁一摆伫咧叫阮的名，你叫阮都爱离开你的跨路跟落来，离开你的自尊跟落来，离开你的旧的个性跟落来。但是阮定定拢霸占掉咧，阮毋肯，阮还佫徛伫阮的原位，伫咧看别人，伫咧论断别人。主啊，恳求你赦免阮，赦免阮，互阮真正会当亲像撒该，讲主啊，欢喜拄着你，欢喜拄着耶稣，欢喜甲主甲同大。耶稣踮伫阮的心内，耶稣踮伫阮的家庭，耶稣踮伫阮的教会。这个教会，这个家庭，这个生命，尊主最大，行仁爱，好怜悯，存谦卑，甲阮的上帝三甲行。愿主的话震动阮，互阮对出世国活，真多新创造的。感恩祈祷，靠主的名，阿门。